咱若上网络，咱会使上网络时就拢看会到。啊，因为咱今年去到花莲哦，这个小所在，那么这是花艺崇德的张美伦师，这是宝光的这个赖秘书长，伊听到咱今年去呢，特别放下工课，啊特别来觐见前人哦，因为咱前人哦，伊的修持的德性，甲伊的这个道行，会使讲，只要甲伊做伙过，因所有的道亲，包括社会人士呢，对伊是会使讲非常的赞叹。这就是咱县长求道记，这个求道记就是甲咱讲，道的普传的印证，上道好汉祈祷，中道有众生，下道地家有名。那么就是讲，在即阵大劫未来临以前，咱爱赶紧求道，赶紧修道，咱才会当相在撇来，咱才会当离苦得乐。所以呢，今仔日咱求到道了，咱会当达到通达。所谓通达呢，就是天上人间，顿时会当通达无际。那么会当通达的功能，就是咱的诚心，甲咱的愿力一定。所以学道如初，成佛才有余。所以凡是咱得道者呢，咱今已经求到上天的至宝大道，咱应该上求佛道以外，该做一件上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呢？爱广度有情，下化众生。上义讲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得到道了呢，会当甲这个道的好处，甲你的朋友、甲你的兄弟，甚至甲你的爸母、甲你的同事广为宣达。唔通讲咱求到道，咱成道啊，结果咧咱的兄弟朋友大家我了了，安尼咱就无滋味啊咧。所以咱求到道，凡是得道者，大道普传爱可怜大家，爱上求佛道以外咧，爱下化众生，并且以儒家的精神，会当日新验证。以佛家的精神呢，慈悲济世；以道家的精神，修己养心；以法家的精神，会当利事求精；以别家的精神，速世化人。所以爱依着日新慈悲、修己、利事甲济世当中，咱来广度有情。咱求到道，就是等于是兄弟姊妹的一个标杆，咱是一个模范。亲像咱读册，班上拢有一个模范生，模范生的行为举止，就是全班的学生爱去甲学习的，对不对？那么咱得到道，就是上天大母娘的模范生啊。上天大母娘的模范生得到道了，咱原来爱做一个真标准的修道人啊。将来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人拢讲一贯道好，一贯道好是因为咱表现好，咱表现好，所以道好。咱若表现无好，来讲道无好，所以咱一个人才唔通小看咱家己哦。虽然咱人才这个宇宙，一百甲一字拢无合，唱甲呢欢喜，所以了后呢，开始就馆长就写报名表，咱要求道爱先登记啊，先报名几岁住伫啥物所在填分这个总监会理事长伫甲好势出其山这个就是馆长的一个管家这是咱花莲的一个。陈千行伊是咱好势因师的太太。馆长来到现场了，准备要求道咯。咱的五点传师真慈悲，迄天呢拄好房间的之命，替我们点道。那在活动当中呢，非常的庄严。馆长呢跪在咱的老母娘的面前，插三人结娘。然后手部合同，倒手伫外口，正手伫内底，这就是咱合同的图法。求到了呢，开始拜拜，拜拜了后，咱花莲阿爸伫甲馆长讲，求到真好，伊的好处，这是伊的管家求了道。然后咱陈大主呢，特别在迄个短短时间呢，
为馆长甲即个台银银行经理甲即个理事长啊，伫讲即个得到了的迄个三宝，好势上欢喜唱啦。了后来馆长落来了，甲咱台南的陈贤、陈贵兄吼，这啊都迄个单主吼，来甲伊握手，然后来离开式。这是咱现场球道的一个插曲啊，咱互来做影，甲来做一个编辑啦。以后咱若上网络，咱会使上网络时就拢看会到。因为咱今年去到花莲这个小所在，那么这是花艺崇德的张点文师，这是宝光的这个赖秘书长，伊听到咱今年去呢，特别放下工课，特别来觐见前人因为咱前人伊的修持的德性，甲伊的这个道行，会使讲，只要甲伊做伙过，所有的道亲，包括社会人士呢，对伊是会使讲非常的赞叹。这就是咱县长求道记，这个求道记就是甲咱讲，道的普传的印证，上道好汉祈祷，中道众生，下道地家有理。那么就是讲，在即阵大劫未来临以前，咱爱赶紧求道，赶紧修道，咱才会当相在起来，咱才会当离苦得乐。所以呢，今仔日咱求到道了，咱会当达到通达。所谓通达呢，就是天上人间，顿时会当通达无际。那么会当通达的功能，就是咱的诚心，甲咱的愿力一定。所以学道如初，成佛才有余。所以凡是咱得道者呢，咱今已经求到上天的至宝大道，咱应该上求佛道以外，该做一件上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呢？爱广度有情，下化众生。上义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得到道了呢，会当甲这个道的好处，甲你的朋友、甲你的兄弟，甚至甲你的爸母、甲你的同事广为宣达。唔通讲咱求到道，咱成道结果呢，咱的兄弟朋友大家我底下落，安尼咱就无滋味啊咧。所以咱求到道，凡是得道者，大道普传爱可能大家，爱上求佛道以外呢，爱下化众生，并且以儒家的精神，会当日新验证。以佛家的精神呢，慈悲济世；以道家的精神，修己养心；以法家的精神，会当治世求真；以密家的精神，速世化道。所以爱依着日新慈悲、修己、治世甲济世当中，咱来广度有情。咱求到道，就是等于是兄弟姊妹的一个标杆，咱是一个模范。亲像咱读册，班上拢有一个模范生，模范生的行为举止，就是全班的学生爱去甲学习的，对不对？那么咱得到道，就是上天大母娘的模范生啊。上天大母娘的模范生得到道了，咱安那爱做一个真标准的修道人啊。将来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人拢讲一贯道好，一贯道好是因为咱表现好，咱表现好，所以道好。咱若表现无好，来讲道无好，所以咱一个人才唔通小看咱家己哦。虽然咱在这个宇宙当中非常渺小，但是咱的自性是无边无量的。所以咱这条道应该爱是广度有情，并且呢，令高高解以圆满有成，修成至诚之功，理性的事业，便已是成。咱来当安尼做咱愿有了，咱的业有消。咱的功人完，个人完，将来呢，咱就会当真正回归到老母娘身边，会当去到天堂所在，去到诸菩萨同住啊。所以曾国藩先生曾经讲，将相本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肯立志，人人皆可做到。将相本无种，然而当自强。无任何人生来讲，你就是王永庆。无任何人生来讲话，你就比尔盖茨，无咧。迄是爱经过你看卖伊数十年，伊奋斗历史，才会成就了迄个成果咧。王永庆成就台湾的经营之神啊！比尔盖茨是世界闻名的软体之父啊！
那么伊在世间流行迄个名当中，其实是拢爱靠啥？靠后天的拍拼。那么求道，只要咱有诚心，咱若有一粒真诚的心，咱一份份求着道，咱会当以理之修，以理之行，以理之助者呢，咱原来共款，人人皆可以做。所以，或是你譬如讲，在唐朝时阵，咱有一位六祖慧能大师，伊求道的见证，咱拢知影吼。六祖慧能大师，伊经典的记载，伊是一个毋捌字的，毋捌字的人，无读过册哦。但是为虾米一个毋捌字、无读过册的人，伊会当继续禅宗家人来做？各位先生，咱甲想看觅。那么六祖呢，当时以伊的母亲相依为命啊，家庭非常的善良。伊本身毋捌字，无读册，嘛无功夫。像凊你讲要去，你来科学园去上班，你就爱除了，你有迄个条件，对不对？你要去就业，你就一定爱经过考试，爱有迄个条件。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伊捌字啥物拢毋捌，所以只有做一个啥？测茶雕污啊！各位这里测茶咱知无？即摆较年轻可能唔知，若较老一辈知影讲测茶就是去山顶去测树啊花，一支一支测落了，家己记着一节一节排转去赢火，去测茶啦。即摆拢唔是啊，即摆拢有假死啊！即摆拢有电啊！所以测茶迄个名声敢若是变成历史啦。但是六祖是一个教夫，伊去测茶。测茶，然后交互即个原会，然后换先钱了，去买一寡食物来供养伊妈妈，所以好囝就是安尼艰苦过日。那么有一天，六祖咧，伊茶交互原会倒出来了后，拄好去听到即个原会，伊的即个书房内底咧念经，伊所念的经叫做念金刚经啊。第10分内底有一份叫做应无所住，自生其心。各位先生，应无所住，自生其心，咱有听到但是当下六祖慧能大师听到伊是毋捌字的人但是听到应无所住，自生其心，当下证悟，当下，伊就了解讲，这个经义内底所讲含义，我已经。非常深刻的了解，所以因为了解了呢，伊才进一步请问了这个原会讲，你读的啥物经，几对而来啊？原会才甲讲我就在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真和尚那边去得到了一部金刚经，来当以金刚经的经义受持，必然会当超脱生死，会当日子人生见成成佛。所以六祖呢，迄阵听着发心想要去。拜五祖为师啊，但是无钱要安怎？所以拄到大善知识，拄到这个原会。在六祖当困难的时阵，摕了10两银去安置着伊的母亲。亲像咱这道中有足侪善知识，然后呢为着圣德，为着圣业，伊会当来行义布施，安尼共款意思。这拢有无限的功德。所以呢，六祖将伊的母亲安置好了后，那么行3天，去到了这个五祖迄个所在。迄阵五祖拄咧讲经说法。五祖去的时阵，六祖到的时阵，五祖就问六祖讲：你何方人，欲求何物啊？讲你是位对来啊？你来这要创啥啦？各位姐姐，人问讲，恁来学堂是到底位对来，来要创啥？咱会安怎应？我来看，哇，学堂起到真庄严哇，这个安尼雕龙绣凤，还安尼起到庄严，我看你到真欢喜。差不多拢讲安尼较济啦。但是六祖和五祖甲问咧到咧，伊甲讲，地主是岭南新州百姓，原来礼书为求作福，不求义务。你甲看这句话，咱听你讲相当感动，唯求做，不求义务。所以你看，咱的二手大仙咱真人，伊真正是这种的心。咱真人讲，咱的真人求道行未
伊是原来做营造啊，求到翕袂了咧，求到着了，第二天随清空，随塑身。